也毋那新竹市嘉义市甲平湖县白沙乡嘛，伫今日破发现金。嘉义市分6000块，也平湖县白沙乡一人有1万。工作人员请民众当场点收现金，为着带动地方经济，嘛回馈市民。伫去年中，政府全国破发现金1万，嘉义市政府各加破发现金6000，24、25是现场领钱。为咗民众透早就来排队，讲会当过一个好年。好过年，好过年。要年菜啊，逐日来领嘛，有通领我嘛，逐日要来。都生活费啊，都买菜啊。但是这2天也无法度到现场领钱的嘉义市民，嘛会当申请转校。3月初2至15开放线顶申请，预定4月30就会当拨入去。另外，若是伫去年12月26进前，有伫平湖白沙乡设籍符合资格，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到现金1万。24是头一天发放日，嘛出现排队的人阵。那平湖万华乡一定后礼拜嘛要提案，对白沙乡同款破发现金1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